傑朗你好啊，啱啱就知道咧你攞咗閃算比賽嘅獎項，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你攞咗啲咩獎？我 E 組就攞咗亞軍啦，然後 F 組就攞咗季軍。其實係一個好唔錯嘅成績㗎啦。咁其實都知道你啦，讀咗珠心算都好多年㗎啦。你而家中幾啊？同埋你係由幾時開始學？我而家中四，我由K2 開始學，即係大概學咗11年度。11年其實係一段好長嘅時間，其實可以話珠心算係陪伴你長大嘅。咁當初點解你會學珠心算？當初就係即係幼稚園、小學嘅時候，就想幫助下我數學成績可以更加好啦，因為計數更快咁樣，咁就當時就開始學珠心算。咁其實你覺得你學完珠心算有冇對你即係計數快咗咧？或者除咗數學成績之外，有冇對其他學科啊或者生活上有一啲幫助咁樣？咁當然有數學嘅，即係計數會快咗啦，對數學科就有幫助啦。咁但係如果其他學科嚟講都有幫助嘅，就好似如果係小學嚟講，就係可以即係珠心算呢個訓練，因為你可能我假設做閃算嘅時候咧，你係要好專注去望住啲數，咁就訓練到你會更加專心，專注力更高去做應對其他學科啦。咁或者好似中學嚟講，咁當可能讀到好似physics 或者 chemistry 呢啲科嘅時候，可能你要嘥更多嘅時間去一啲比較理論方面嘅嘢。咁當然計數就會一個比較需要快啲去完成咗嘅動作。咁珠心算就可以幫助我哋更加快去完成呢啲動作咯。咁生活上面嚟講，咁都會有一啲幫助嘅，好似話舉個例子，好似平時我去食飯嘅時候啦，咁可能我啲 friend 會叫我 AA 咁樣分翻啲錢，咁就可以珠心算可以幫我快啲去計到呢啲生活上面嘅小嘅數學問題咁樣咯。咁所以睇嚟珠心算係已經融入咗你嘅生活。咁同埋我都知道啦，喺 COVID 期間你都冇放棄學珠心算，可唔可以分享下你喺嗰段時間係點樣堅持學嘅咧？同埋當中有冇啲困難或者挑戰？新冠疫情嗰段期間就因為唔可以嚟翻去中心嗰度上堂，咁就轉咗用 Zoom 嘅形式去翻珠心算啦。咁我覺得呢一個方式可以即係幫我繼續到去做一個去練習珠心算係一個幾好嘅方法。咁同埋即係你話可能喺疫情期間就遇到啲挑戰，就可能話唔可以翻去中心，咁可能就做唔到啲紙本上面嘅即係珠心算嘅題目啦。咁但係珠算簿可以幫助我喺屋企入邊咧，仍然係可以繼續去練習到珠心算啦。咁但係可能會一開始有啲難題，就係會話即係由紙本去轉去網上去做一個珠心算嘅時候，會遇到一啲可能唔係好慣計完數之後係篤一個答案出嚟，而唔係用紙筆去寫答案啦。咁但係當然呢個難題都可以即係其實好快都會克服到啦。即係如果有一個即係練習，透過練習可以好快克服到。學咗咁多年啦，你覺得學珠心算同冇學珠心算咧有啲咩特別大嘅分別？好似頭先咁講，就係學咗珠心算就可以令我可能喺學科上面、學習上面，或者喺生活上面都可以解決到好多嘅難題啦。同埋另外就係珠心算，因為我都學咗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啦，就係即係可以話係即係我生活嘅一部喺成長嘅一部分啦。所以我覺得珠心算係陪伴到我去，即係好似有另一個家庭咁樣去即係可以喺我成長嘅路途上面都可以陪伴到我，同埋係幫助到我嘅發展咯。咁喺參加珠心算比賽咁多個比賽入邊，你覺得最難忘係邊一 part？同埋你當中有咩得着同埋學到啲乜？我覺得最難忘就係當初去接觸比賽嘅時候，經歷過嘅過程啦。就因為珠心算嘅比賽同埋平時喺即係紙本上面練習，其實嗰個經歷都係好唔同。即係當你發覺有好多同學同你一齊一齊競爭緊，同你一齊比賽嘅時候，可能你心理嘅壓力會比較大啦，同埋亦都要克服可能時間上面同埋準確度上面，你要不停咁追求越嚟越準確、越嚟越快嘅呢個過程，我覺得係一開始係比較艱難嘅。但係當透過不斷嘅練習嘅時候，就會越嚟越掌握到啊，同埋可能甚至會透過可能比賽贏到一啲獎項，咁就會俾到更多嘅成功感嚟啦。所以我覺得喺透過比賽呢個過程係令我學到一個好重要嘅道理，就係不斷咁樣練習，其實係會令到
係有更加高嘅成就。就好似其實呢一個道理都可以應用喺日常生活或者你學習上面，就係當你透過不斷咁樣去即係練習啊，或者去努力嘅時候，其實最終都會有一個好嘅成果咯。咁我哋再次恭喜易朗喺今次閃算比賽度攞到咁好嘅成績啦！多謝，亦都希望佢之後可以繼續加油啦，早日攞到總冠軍。好啦，多謝晒。